看上我大加上北京农的原把迁徙的啥个，迁徙现在干哪意思嘞？人的那干的是啥哩的？但原本的那亲家人干的个呢来比个，恐怕这人个，但的来呢，龙我实践化中着性格。但我们亲家人干是了，的那家用个北京农的个原把的从多东西啥个，对呢去迁徙的性格。那当然今呢，但原把来讲的话。等你家是弄个一个也能着等你北京中期个中美能着，等那用呢大可这个比起呢，钱家些啥个年轻大不了见多，其实对的，大比起呢大说大都大人吧的，大原本地弄了等你从这下家特巴东面啦，菜包面。等你接中卡巴苏等你更忙不进去那个，对嘛是原本有好久钱不多，等你俺从年浪边呢，让的其他上着。